星級論證。睇翻港股方面咧，上個禮拜曾經創出本月新高，去到24,439點㗎。但係隨住咧之後呢個伊朗以色列嘅開打啦，同埋環球個局勢緊張咧，指數有少少嘅回吐跡象嘅。但係實睇翻恒生指數嗰個活躍度咧都非常之高㗎，連續10日有超過2000億嘅超級大成交啊！咁而且啦，呢一個外圍因素影響咧，見到一啲嘅股價方面波動性比較大，特別係一啲嘅地緣政治敏感股啦，例如油股、金股同埋航運股等等㗎。咁啊，大家需要留意翻嗰個嘅沿途嘅情況啦。同埋今個禮拜都好多唔同因素影響大市㗎，包括翻個陸家嘴論壇啦、美國聯儲局嘅議息結果同埋會後聲明等等嘅。今個禮拜為大家帶嚟388香港交易所嘅好倉㗎。咁見到啦，我哋今年嘅港股個活躍度非常之高啦。咁啊，集資金額同埋個數位都去翻頭3甲位置㗎。咁啊，配搭翻呢一個嘅香港交易所有不停嘅新產品嘅推出啦，同埋市場嗰個嘅交投量都非常之高嘅。咁所以有望咧可以繼續穩步上揚破頂嘅。咁如果留意好倉朋友咧，可以留意翻8% 價外好倉。如果跌穿4% 咧，就要做一個止損嘅動作啦。咁相信今個禮拜消息面比較多，咁大家都要跟緊啲嘅事嘅。記得 Buy Timing，You Everything。港股咧上日重上翻24,000點嘅關口啊，今日見到港交所咧都成為咗一個升市功臣之一啊！見到咧港交所股價咧去到10天線咧就見到支持，咁啊去到反彈超過1%，收市嘅時候上日就去翻419.6附近嘅位置啊！咁啊如果咧大家都同炮姐一樣啦，繼續睇好隻港交所388咧，有機會繼續向上嘅話咧，都可以留意翻啦我哋星展嘅港交所 call 輪選擇啊！咁啊見到咧388咧不斷咁樣咧係持續高位啦。都可以留意翻一啲價外 call 輪選擇，例如呢一隻17375呢一隻嘅388 call 輪行使價係484蚊附近，到期日咧去到11月左右，實際槓桿咧都俾到7倍樓上噶。假如咧港交所可以去到上升參考價448蚊嘅話，呢一隻17375嘅港交所 call 輪，假設引申波幅不變，並且持有1個禮拜，俾到潛在升幅都可以超過60%噶。